咱今仔日要来读新的一年啊，吼，1637年。我顶礼拜顶一回读到爱困哦，读到倒位家己都毋知。读个就准煞啦啊。咱来看新的一年吼，1637年。好，咱开始哈。1637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无特别的事，有继续日透北风。看我是毋是设定拢好势？OK 好，过来，正月初四礼拜，有10只洋客船载着咸鱼对南方陆陆续续来到台湾。生理人叫做 Jack Sim 坐着伊前来台湾的洋客船航回中国等于时呐生理人和万业共船前往时呐，要去料理伊私人的代志，并且要去大官来，大官这只大官是 S 来这个大官来和所有的生理人来保证讲公司的富裕和对时纳贸易的进行就是用心啦要来按照该讲的这个数量甲品质继续来运来互阮所需要的丝是一个布料、黄金和其他商品等等但是阮交代伊的数量甲品质伊会甲物件载过来。透西北风，正月初五。有22只洋客船对南方东船来到台湾，满载已经生好的乌鱼。这寡鱼是因伫打狗附近所大量去掠到伫本国月23号载龙桥的君主，伊的兄弟甲因兄弟、因亲兄弟啦应该是大细线啦，以及因的随从前往龙桥的迄只公司的洋客船，对龙桥转来到台湾遮，因捌将小等下我猫仔咧叫。因捌将要运去互金狮岛五方驻军所需要的粮食等等的物件伫对龙桥转来的时阵，真拄好来送去交互因今仔日有3只洋客船结伴出航，前往厦门，载有鹿仔肉和鱼。正月初六，有17只洋客船陆续对南方载鱼到台湾，所报告的包括有一只载着糖，另外一只满载着要用来做糖桶的茶帮的洋客船，因为继续日透真剧烈的北风，被风吹越台湾飘去到南方去因将随时会前来台湾遮。今仔日也有4只洋客船载着鱼航往西南沿海。正月初七，今仔日有36只渔船载鱼航往西南沿海，也有3只载鱼对南方来到台湾。今仔日第2回决议，阮要用做军所购买的迄只洋客船，名叫做 Demon 号满载粗肥以及 Sawyer 和 Timor 所需要的货物等等。Sawyer 甲 Timor 可能是人名款因所需要的货物
经过广南、黔龙、巴达比亚，上级商务员戴克也要共船出航，以便要提早出发前往广南，准备贸易的代志。先去遐见国王，制定妥当的契约了后，因为迄只要对日本装载所需求的铜钱会变做迄阵斯万号。戴克本来是预定要坐迄只船，但是意外来延签着，无来吼，迄只船因为意外来延签无来。你晓讲迄只斯万号可能已经错过台湾前往广南去遐咧听候戴克的抵达，才个找八。有25只用客船载鱼对南方来到台湾，才个12。公布的北方强烈教练停伫咧台湾港内的30只渔船也被找甲因的鼎拢脱鼎去吼，鼎甲锁啊拢脱去，漂去弄着海岸，还有一只用客船严重损害吼，被冲到上岸吼，而且伫咧10号、11号中间的暗暝。市镇发生大火，这市镇是荷兰遮的市镇，佫称作台湾市镇。是伫荷兰城堡的东边约200公尺的所在吼，所以就是伫城边尔啦吼。迄只有一个市镇，我会记得即个市镇拢是希腊人咧住的吼。烧歹差不多60间希腊人的厝，所以你看咯，是厝拢是希腊人住吼。大部分是砖仔做的房屋，也有几间竹仔做的房屋。当时若毋是我方的人去中室来解救迄寡希腊人，情况会佫较害吼。火灾啦吼，真罕你看伫咧荷兰遮城遮发生火灾吼。11月12下晡风势大为平息，天气好转，所以有3只渔船对南方结伴来到台湾。今仔日接到牧师 Junius 对目家留言所写来一张对批呢，知影讲，迄遐的教堂甲牧师馆已经按照以前的设计，由当地居民用竹仔建造完成，因自愿来工作建造，公司并无负担费用，公司只干负担所需要的草草的编辑费用，估计迄个费用差不多是32亿。该牧师又佫写讲，本个月4号已经伫咧目家留园举行第一次的安息日礼拜，用因的语言来宣讲了上帝话语。你看，荷兰牧师来台湾对面部应该是希拉雅吼，宣讲上帝话语，就是做礼拜时阵是用希拉雅的话语咧讲道的吼。因为伊有法度用希拉雅的语言来讲道理吼，讲迄个礼拜四的讲经啊，讲道啊吼，所以应该是对即个语言应该是足熟的吼。当然是到一个程度啦，有法度通安尼做吼。当然我知影讲伊咧讲道即个基本上吼，也免讲熟甲啥物，就是基本上伊迄套会晓安尼就好吼。日常生活佫无一定佫有法度遮熟，但是讲道佫有法度吼。但是看到这是诚感慨吼，即马即个希腊雅语言其实根本就已经强要失传去吼，都也袂来因有留落来吼，因为有圣经的关系吼，所以有留落来，加上因为迄个发音和菲律宾某一个所在迄人足接近的吼，所以因即马算咧服育啦吼，服育到什么程度我是无介清楚吼。好，但是讲即马面对遮尔
简单的情形，你回想伫400年前，迄当其实牧师是我都用即个语言来做讲道的语言，真无简单。因拢真认真恭敬来聆听，目加入完写啦，因也遵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逐工祈祷，愿亲爱的上帝，互即寡值得学落的开始的工作，伫咧一寡青绵的异教徒当中愈来愈发展。这是基督新教毋知你对基督新教有啥物基本的了解？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其实差别是足大的虽然是拢讲是信仰上帝其实因差别足大大到因其实迄当阵伫咧敢若差不多15、16世纪宗教改革迄当阵是正甲迄是拢掠去拢去用柴放火烧死的迄拢是安尼足残忍的因为斗争斗甲足严重的所以因一直到甚至一直到即嘛，其实新旧教也是无法度通，无可能会互合啦因为完全无共，对教义的解说啥拢无共所以你思想无共，你自然你的行动会无共，所以因咧宣教也是讲各种，你看的就是完全无共的两个教派，两种无共完全无共的宗教对有机会咱就逐仔讲就是咱荷兰是新教国家所以因来这遮宣传的是新教，北部迄个西班牙因就是佛教所以新教你比如讲逐工祈祷爱读圣经当然迄当阵圣经也未翻做因即个希腊雅所以无圣经通读，但是咱以后就会看到因有打算要因已经咧翻译翻译我知影是翻到上落尾我知是翻译2本新约的福音书新教福音圣经毋是新教啦，基督教啦不管新旧教圣经头前新约的头前4本福音书马太福音书约翰福音书、马太福音书还有啥？我真是查袂记，这4本福音书啦这4本福音书基本是内面的内容是相像的拢是讲耶稣基督对出世到死亡，当然因是讲上天啦升天啦对出世向顶世界死亡甲升天的这个过程这就是新约4本福音书头前4本福音书的内容只是用无共的角度、无共的人所写，所以比如讲马太用马太角度写，所以变成马太福音书约翰用约翰的观点去写安尼这4本福音书为什么连福音书4本我都讲袂出来？真正害我歹势太久了。路加啦搁一本的我搁无记一本是倒一本好，换你搁一本4本咱讲倒来这个荷兰人因有翻2本福音书嘛准备要送来台湾，但是还未送来到台湾就直成讲就甲这遮声就讲破OK， 因着荷兰人就结老车本岛大家就只好打包回家安尼所以迄2本福音书无来台湾，2本这个希腊雅福音书无来台湾，但是后来迄个甘维的牧师有找到，所以有甲伊找出来甲伊翻，所以有搁甲出版所以为什么即摆希腊雅因法度有即个文字通去服用因的语言，就是用即个当然2本来出1本尔，另外1本出毋着。好这是新教旧教因就无鼓励你读圣经旧教因认为读圣经这是神之另外的代志就是解说上帝的话，毋是逐个人拢会使家己看，家己解说一套安尼是爱靠迄个神父好，这就是新旧教无共，以后有机会咱再讲好，咱继续转来读日记遮，此外Junius 也伫咧伊的批入摕到讲关系到佛罗摩萨种稻仔的情形，伊讲
根据希腊人一般看法，伫咧新港甲附近的人将会伫咧过来的2-3冬内会当收1000 laston 的米这个单位我无解清楚，是讲一个 laston 是3000公升，安尼我嘛无理解，3000公升的米为着要，因为我知影米是用称重的无咧称迄容量的为着要鼓励希腊人种稻最开始必须要以每一个 last 52号左右的价数来支付予希腊人，而且为着要互上述所种会当得到更较好的知识推展是啥物意思？应该要选出一个显要的希腊人，指定伊做希腊人的头领，命令伊去含因带做伙，只是要经由伊来供应所生产的米予公司，并且只敢若支付货款予伊，就是敢若要找一个window 啦，一个对话窗口，一个直接的人就对啦，敢若一个人就好啦，钱嘛透过伊，伊互伊去分就对。咱看注解讲显要，本是叫做什么 Gecoren Tewoden， 应该是并误，就是算出来，就是显要可能是并误，应该是这个翻译就是翻译做算出来所以可能是并误啦原本的意思应该是要讲算出来，就是这个人是用精算的安怎经无讲。这段资料对了解荷兰时期的希腊人，这个写注解的人读册是歹去，啥物叫做荷据时期啊？荷兰人是，当然你要讲据嘛是会使啦，你若徛伫个希腊亚人的观点来看是向占去你若要对国际即马国际观点来看，荷兰人来台湾是应该讲是希腊政府推荐因来绍介因来当然希腊政府嘛无迄个权力去绍介啥物人来台湾啦好啦，你要讲是何据，我嘛无话讲甲收制就是讲这段资料对了解荷兰时期的希腊人的甲收制有参考价值就是迄当阵伫台湾的希腊人因这个制度，因行这个制度叫做节守制节是拍甲啦拄则我直接读做甲收制守是首领的守甲收制但是毋知有机会看到这个甲收制啥物意思？稍等下，咱小听一下 ，Google 一下这是啥物物件甲收制 ，Google 着的资料是讲，是汉人伫个大清中叶以后入侵宜兰地区的时阵，伫个无政府力量保护的情形之下所采取的一种集团武装特困的形态。特困就是甲收制，主要是基本上是靠血缘地缘关系，将30个到50个农民变成一个甲这是宜兰的资料啦我毋知是宜兰倒位的资料就是甲30个到50个农民变成一个甲由小甲手带领进行突袭，甲下的残余分做数份就是一甲，佮分做几啊份，每一个出力开垦的人一份，一人一份伫个小甲手之上，还佫有大甲手中甲手其实这是大清时代的甲收制
但是可能伊既然翻译叫做介绍者，就是基本上伫咧荷兰时代嘛，应该是安尼，就是你希腊人，比如讲30个、50个，编做一角吼。所以伫米兰有啥物五角吼，迄个地名搁伫诶。啊，可能荷兰时代希腊人伊嘛是安尼吼，几个人编做一角安尼。啊，其实不管伊叫做啥物名啦，我伫着，不管是角还是啥物名吼，就是几个人编做一个单位嘛，互相大家斗相共诶款。因为种田吼，你一定爱，较早阮伫咧，我是农村大汉吼。你种田吼，你家己一户无可能靠你家己一户去种一片的田吼，迄空气太大片诶，尤其是你要收成诶时阵，挂稻仔诶时阵，迄绝对大家拢是放破做，放破做就是讲，咱大家做一个去做吼，啊，今仔日先做恁兜诶，做了后明仔载换倒去，所以大家拢 schedule 拢排好，啊，可能一个月吼，可能无到一个月啦，我记迄拢一挂几礼拜吼，啊，可能一礼拜5工，啊是7工安尼吼，啊，一工做一户，一工做一户拢排好。啊，所以伫迄一礼拜，迄是诚忝诶代志，吼，逐工拢愈来愈忝。吼，其实我足惊做田诶，做田是足辛苦，足忝。所以较早迄阵我是囡仔尔吼，要挂稻仔，哦，我是惊咧等。我是算搁较好，阮弟弟就搁较惊咧等，阮弟弟皮肤无好，伊若入去田诶吼，去做时，哇，规身躯痒啊，伊挡袂牢，暗时啊根本无法度困，规身躯安尼赤野甲。好，咱转来到第一只，甲收者吼，这就无爱搁深入看啦，我哋。转来第二只继续看吼，讲哦，讲就是要指派一个新仔的头领吼，以后对记者安尼就好。章23，有28只用铁船结伴对南方来到台湾，每一只拢掠真侪乌鱼，载满乌鱼。今仔日有20只渔船航回西那，所在只有咸鱼甲一批鹿仔肉。你有想过为虾米西那船要台湾南部，就搭到遐要去掠乌鱼，爱先来台湾遮报道？应该这是足清楚，应该是毋是介困难想啦吼，应该是来遮纳税金啦，就是因爱经过荷兰人才会当去掠乌鱼，袂使凊彩直接渔船就去掠乌鱼啊。这是荷兰人管的所在对啦。所以你看荷兰人伊其实就真正就是有迄个主管伫遮吼，才做会到即个代志，就是你要来遮经过我，毋是经过希腊雅，是经过荷兰人吼，嘛毋是经过日本吼，啊毋是讲你希腊我希腊，这是我自古以来台湾是自古以来，迄个你像因定讲迄句话讲啊安尼，足顺嘴足煞嘴安尼，自古以来呀，中国所有吼。我听你放屁，你当时你搁有法度，你直接自古以来，你直接去掠伊看觅，看荷兰人会安怎甲你对付。今仔日接到芒港驻军的文书，甲蒋义官佩德尔对芒港用一只舢舨送来即个书信。即句话写甲落长，意思就是芒港的寄一张批来啦，啊，迄张批是对应的迄个蒋义官吼，各会记迄蒋义官嘛？佩德尔蒋义官，我人有一道读日记，读甲伊介绍即个蒋义官，算接任即个任务时，讲伊无论如何，迄机仔爱顾牢就对啦。你倒手转去，正手爱靠正手摇牢，正手转去爱规身躯想办法甲牵互牢就对，袂使互迄机仔倒去就对啦吼。到即个程度吼。好，咱转来看吼，今仔日接到芒港迄边诶送来一张批吼，用舢舨送来。批信内底，互对即张批，因知影讲，迄只较早离厝
所捌摕起迄只暹罗的容克船，已经要来到台湾遮，伫咧码头溪北边靠堑吼，并且去互风影拍碎吼，哇！讲规波，到尾规只船叫人拍歹去啊吼。因此，迄个船长呢，家己含另外14个暹罗人拢死去啊！哇，这实在是，佫会记无？就是迄人暹罗人要求荷兰人斗相共吼，荷兰人甲拒绝嘛吼，所以即嘛，这命运就安尼吼。有8个暹罗人、7个新仔人，甲4个富人人，靠着迄只容克船的篷，真惊险来上岸吼。上述迄个蒋记官伫咧内批呢讲，迄只容克船伫咧本国月9号甲10号中间的暗暝啊，被迄个强烈的暴风甲伊的艇索啊什么吹出去，两边去弄着岸壁，然后飘出去港外。州呢事务司对目加留员寄来批嘛，证实即个消息讲，小人人捌对迄只容克船摕到各种已经算飘到岸边的物件吼。伊甲阮讲，即个牧师甲阮讲即寡代志，问阮讲要安怎办吼，应该要安怎？阮回答州呢事务司讲，爱小人人和其他人命令讲，爱甲迄寡物件交出来，确实来保管，以便要交现去互物主吼，交转去互迄个暹罗人吼。所以荷兰人因伫咧海上咧行搭诶吼，应该知影即个规矩就是爱安尼。啊，迄人伫台湾诶原住民吼，毋知影即个规矩，拢捡转去，啊人若活诶，刣死安尼，所以了袂出麻烦出来吼。毋是荷兰时代吼，毋是400年前吼，到迄个斯卡罗迄阵去搬迄当阵，抑阁是安尼吼。大清诶时阵啊吼，正24有一只商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运来400担诶糖，200担诶冰糖，2担半诶青丝，50担诶Lankins，毋知啥物件吼，400瓶沙灵，还有20只容克船对南方满载乌鱼来到此地台湾吼。今仔日有26只容克船载着咸鱼含鹿仔肉出航转去新仔。今仔日下晡约日头要落去的时阵，边堤船佩腾号对日本来到此地港外北边的沙洲下方的所在吼。伊即只下方，我毋知是毋是拢讲南边吼，真歹讲，迄人地图无一定是安尼有诶吼。俄罗上帝吼，迄只船诶船长伫咧明仔载去以前无法度早日本寄来批信上岸，因为迄当阵转去套牢吼，海水套牢，因无法度入来。正月15，安静诶好天，昨昏要暗嘛伫咧对日本来到台湾港外边堤船佩腾号诶船长，坐着一只小艇来上岸。根据因所带来诶议长库库巴克诶国会内批。OK， 我因为即只日本来诶船吼，所以消息诚多，所以今日日志记啊倒落电话咱来看吼。对内批甲以及送货诶物件吼，上述佩腾号所载来货物总价值是448万毫吨，有下列现款甲商品：120万两诶日本定元，763担又搁14斤诶铜，203担96斤诶铜板，650担诶铜条，13500两诶日本
铜钱3000包煎好的白米，41担又搁83斤的樟脑，即挂是要分送予台湾、广南和巴达米亚全部货物。又搁主要对上述库库巴克，要寄予长官 Vandenberg 以及要寄予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的书信两封拢是4期12月31日。知影讲，首先关系到广南的贸易的情形如何，这是2礼拜前所写的批和广南的贸易的情形是安尼咱来看。上主要的是要收买大量的当地黄色的青丝。日本人伫咧天皇特令通商期间，一直拢对广南每一年输入差不多400担的即种青丝。现在所有日本船拢已经被禁止出国，就是咱之前读到日本锁国运入去日本的市场，以每一担180两到200两来出卖即当阵是丰臣秀吉时代锁国，所以运入去日本市场100担一担是180两到200两银。日本人用来支付即寡广南货物的资金是现款、日本铜钱和一批铜镚，甲一寡要早去广南，互住伫遐的日本商人的杂货。锁国，但是因温存荷兰人来做生意荷兰人和日本人的即个关系足深的日本人透过荷兰去学西方人的知识，啥物各方面所以因伫日本有一个学问叫做兰学然后兴趣再去看日本人是透过兰学和西洋技巧和西洋来认捌西洋建议要收买大量的丝编织的布料，像 Densos， 就是 looseness， 字卡我看卖即种即品拢无翻译，直接写原文的款。讲即种 Densos 或者是佫称作 looseness， 是一种有光泽、有花样的海洋，海洋可以是一种布的名啦顶头有花草的而且会反光的转来第4只。建议讲要收买大量的丝编织的布料，像 Densos， 就是 looseness， 又佫称作 looseness Cornix Hawkins 和 Bar， 名我拢毋知影啥名，咱佫看下注解第3个。Hawkins 是一种网仔，本文是依照日文的翻做八卦，一种冠歹势毋是网仔咯，目睭花是一种冠这是读冠绢布迄个绢水查日啦他做冠对我读到我袂晓啦，对我读到剑还是冠OK， 注解读啊一半。本文是依照日文翻做八卦白卷Cornix 字是皇帝皇家的敢若 royal Cornix Hawkins 可能是指一种高级的八卦Bar Bar 是一种纺织品，名称不详。注解第3迄寡 Densos 的长度是 Densos 拄则讲是 looseness 一种
布吼，有光的吼，有光的有花草的。这种布是长度是13又搁4/3 A 是一种单位吼。我看一下 A 是啥物 ？A 是 ANA 吼，长度单位一个 A 就是一个 air， 就是即嘛叫做69 cm 啦，69公分，一 A 69公分啦吼。好，伊而且写讲，迄寡电素的长度是13又搁4/3 A， 宽度是3 A 半，细的是4/4 A， 迄寡 Cornings Huggins 长度是22 A， 以适度的宽度来制作，迄寡把的长度是3 A 半。宽度是4/3 A， 细是1/12。啊，若是讲到 Flora， 无论是彩色还是素色的 ，Flora 佫是啥物件 ？Flora 是一种丝布，名称不详。好，论到即个 Flora 吼，无论是彩色啊素色的吼，以及迄种光线，就是光蓝的素色段，或者是加罗吼，含加罗，除非有真内行又搁真有经验的人去收购正确的种类，吼，除非有人呢啦，无就莫去买即种物件，无会了钱吼。需求大量光蓝的沉香木、摇鱼皮含50担的白豆壳，也需求糖。若是比最近运来迄批包装搁较好，会当防止氧化，安尼会当免得去糟蹋拍算去吼。对遮所寄去做散普鲁的、做样品的迄523条金螺丝，正价是10里尔、9里尔半、8里尔到5里尔吼。有15条以银22两来出卖，若是要用搁较好的丝，就爱搁较做甲搁较捌一点吼，并且要用搁较细即个花样，安尼就会当卖搁较好的价数。需求是6000到7000条吼，也需求漆花的深红色的西菱，正价是10里尔，需求是4000到5000片，也需求收边的丝，要用来收边的丝啦吼。质感暗暗的西菱，长度是24 A， 宽度是1 A， 有金色的玫瑰的素色段，也捌寄6片做散普鲁吼，会当寄300到400片去，至少会当卖到银8到9两。迄4匹布有宽而且长的线条甲菱形的即个跨纹布吼，正价是7里尔，嘛捌寄来一匹布做即个样品。若是用较细的线条含菱形，会当卖到银11两到13两，11两、12两、13两，安尼的需求是1500片到1600片。乌色的雕花段、白蜡含布丝，拢莫搁寄去吼。迄寡镜菱正价1里尔半，含1里尔搁3/4又搁3/4里尔，卖到银29钱含23钱。远赴江户要去炸雷门去遐赠送互皇帝含大官的上级商务员 Van Zenen， 捌伫咧旧年的11月29号寄批互库库巴克。批里写讲，伫咧迄个前一天被允准去见皇帝陛下，
甲雷姆规矩来搞起哩，并且要照王利被交代，要征送予国会议员和其他要员的礼物，也将要摕去征送。葡萄牙人去年要征送予上述国会议员的礼物，拢无被接受。今年因是毋是要搁征送礼物成功，还搁犹太时间分晓。有3个高丽的树神，孙领500个随从，伫咧旧年的11月20号，经由庇护领主的辖区，叫做伊礁岛，看遮注脚吼。伊礁岛就是伊秀啦吼，叫做伊州或者是伊奇吼。伊记吼，伫咧日本球手的西边，叫做伊秀伊记吼。好，咱转来第7吼，讲伫旧年11月20号，经由庇护领主的辖区关海的所在伊州岛前往公护，即个3个高丽的树神吼，都是大使啊吼，派来要去公护。哦，真大阵吼，500个随从要去见皇帝、陛下，交涉国家的事务。最后，库巴克阁写讲，后一次运河去遐的时阵，爱对遮掠几只山鹑吼，这鸟名啦，山鹑，鹑是鹌鹑蛋，伊是鹌鹑吼，鹑。我查者你要安怎读啊？鹑要安怎读？读做鹑吼，读鹑啊，读鹑，鹌鹑吼，咱读鹑啦吼，山鹑。库巴克批内底写讲，后边运河去因迄边的时阵，爱对遮掠几只山鹑吼。台湾有山鹑啊，这是台湾的鸟吼。爱有应该是台湾吧吼，因为这批是对日本寄来。爱有公的也爱有母的吼，送去做礼物送予皇帝陛下吼。因为看袂解出来，这到底是讲对江南掠还是对台湾掠？应该是可能对江南啦吼。因为即马这张批所讲的这个对所讲内容，拢是讲江南最先例的情形吼。安尼我咧就是因为库巴克最近将总经理予伊的卡波德 verde 的山鹑都载去日本，得到真大天皇真大欢喜安尼吼。这个总经理叫做卢卡森，就是库巴克最近将总经理所予伊的这个山鹑吼，总经理叫做卢卡森，看者第8条有介绍这个卢卡森吼，讲是Phillips Lucas 是 Middleburg 人，1618年以助理出国，1621年做下设商务员，北大年的副馆长。1623年被派去北大年员教育，我会记北大年员就是伫越南啦吼。1625年担任安稳的副首长，歹势，北大年敢若是越南，北大年是毋是伫咧印尼遐？要查这北大年跟恶测，我记咧找袂着。有北大年，泰国南部东海岸，北大年的名是对马来西亚马来语来。咱继续看，讲这个这个人叫啥名？这个经理啦吼，库巴克所收到迄个山鹑做礼物，这个送予伊的人，这个经理叫做卢卡斯。好，
卢卡斯1625年做安稳的副首长，1628年到32年做安稳的长官，安稳啦吼，安稳是啥物所在？毋知。1629年担任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后来担任议员。1631年8月到1632年7月，以及1632年9月到1633年7月，伫西区工作，12月回国。1635年9月又过来亚洲。1636年担任总经理以及东印度议会首席议员，这就是咱即马读的到遮吼。其实咱应该读到1637年吼。1639年去锡兰征服内古部。1640年3月5号转去巴达维亚途中过身。这是即个总经理吼。伊即当阵是总经理是我无写过是，反正是总经理，公司的总经理的款吼。即个山船是叫做 Cabo de Verde 的山船吼，这应该是地名吼。我看了第9的注脚是讲伫非洲上西边角吼。即嘛是塞内加尔共和国，塞内加尔共和国的达克尔附近吼，伊地名叫做达克，即嘛就是达克，塞内加尔的达克。所以这个总经理卢卡森所送互库库巴克的做咧物，这个山船是对非洲炸吼，结果送到日本去吼，送到日本去送互送互库巴克吼，因为边对船佩顿号来到台湾，伊所在货物毋若爱互台湾的商馆，也有要送去港南和巴达维亚。长官 Vanderbilt 阁下和议会伫咧今仔日决议，要对上述的 Patent 号为台湾商馆的需要提下10万个5000两银和350担铜条，则要互而且要互迄个平底船载着所剩的15000两的日本定银、铜钱，甲其他要去继续进行伫港南的交易的贸易的货物，以及要互以及议长库巴克阁下对辩护着已经要存亡巴达维亚的迄寡货物，会当继续建制吼。也决议讲要互迄只便底船装载感染布以及伊来替代上述的现款和铜钱来运去，并且决议游客船低门号，因为现在已经满载货物，要互伊直接驶往巴达维亚，毋免阁经过港南，因为上述项目员大概现在已经计划要做上述的便底船航往港南。牧师 Junius 对新港内批甲阮讲，迄寡华武人又搁派去啊吼，又搁杀人啊迄款吼。因伫咧满岛野外去偷袭几下，攻击几下摕阮的许可证掠落来的新仔人吼，拍死一个新仔人，掠去6个新仔人，还搁真凶暴来拍搁较侪人。并且夺取阮所发互因掠落来的许可证。今仔日下晡有一只洋客船对厦门抵达此地，载有500担的砂糖甲粗鱼仔，也有4只渔船对胆狗满载咸鱼来到此地，来到台湾啦吼。今仔日有20只渔船满载咸鱼结伴出航前往新仔，这是正月16的日子吼，搁剩9分钟，我看觅好，咱搁继续读。正月16，有一只洋客船对厦门来到台湾，载有150担的砂糖甲一批
要用来制作糖桶的茶帮，也有8只渔船对南方来到台湾，再有微量的咸鱼。今仔日有12只渔船出航要前往新啊。今仔日对马加流湾接到更较互人更较伤心的消息。这个牧师叫做 Hugenstein，伊的 first name 是 Azuelos Hugenstein，因为长久来破病了后，伫遐过身，伫个马加流湾下过身。这是头一个伫台湾过身的牧师啦。Azuelos Hugenstein，这绝对是待伫台湾的嘛但是因为无啥物即嘛拢无去啊，无听讲，至少我无听讲，应该是无去。正月17，杨克船低门号出发，要对遮直接航往巴达维亚。所在航母总价值是17098号吨，有各种的粗肥以及所需求，并且已经所买到的索勒和迪莫的航母。到即嘛阁毋知这是啥物，索勒和迪莫是毋是两个人？正月18，彼得船佩顿号出航，要经由港南前往巴达维亚。再有要送去港南和巴达维亚航母，就是要送去港南的航母总价值是12万号吨由17000里尔现款，763架，搁14斤的重，1350万的日本铜钱，甲其他的商品。要命令上级商务员戴克遵照长官范德伯阁下交予伊的命令，用来踮遐交易死一部了含糖特定的物件。要送往巴达维亚的航母总价值是121000号吨有38个日本米310号的铜条，203担，又搁96斤的铜棒41担，又搁83斤的樟脑，1722两份，115担，又搁87斤的白蜡，7929匹的空南布，甲2350斤的茶。上述边队船伫个落甲要互港南的航母落好势了后，并且取得上级商务员戴克遵照指令所写，要交付总督阁下和东印度议会的简单的批了后，就要尽量较紧出航前往巴达维亚。好，我看读到遮啦1月18到遮。6岁再搁继续读我看一下注脚。巴比写讲，16世纪开始盛行伫个欧陆各地宗教改革行动过程当中，有真侪新兴教派成立。树敌西方长久以来统一的基督信仰行往多元化。宗教改革以马丁路德所搭伫个教会门口的95条论讲批判教会开始做起点。活字印刷术，互抗议的声浪真紧来传播，互欧洲各地纷纷出现各种新教派，比如路德派拄则即个马丁路德，甲加尔文派英国国教派等等，这是英国国教主要经历宗教冲突和纷争，互人搁较会当得自由来决定信仰。逃离开欧洲的新教徒也借此
传播西方的文明，为世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四本福音书吼，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吼。你看即个福音书的名吼，新教旧教的名无共，翻译名无共吼。当然，伊的迄个拉丁文名或者是英文翻译，英文翻译是毋是共名我毋知啦，应该是吼。马太福音书伫个旧教叫做马窦吼，马窦福音书。马可福音书是马尔谷吼。路加福音就相款吼。约翰福音是旧教叫做若望吼，若望福音书。其中马太、马可福音书、路加福音书这三卷福音书真相像啊吼。我拄则讲迄记载迄故事差不多吼，重点都拢是记载耶稣伫个加利利传福音的事工吼。好，这我就无爱搁讲，我拄则讲。荷兰统治台湾时期是1624到1662年，这中间荷兰人和联合东印度公司伫个台湾历时338年的殖民统治，影响力遍及整个台湾西部。若是将平湖群岛甲台湾本岛算做是一体，安尼会当对1622年荷兰人伫个方贵尾吼，方贵尾讲啥贵尾，还是方杜尾，城堡做本世纪的开端吼，甲修制都拄则读过吼，我毋爱搁讲。这是宜兰的吼，搁一个金六角吼，我拄则要记。艋舺是台湾古地名吼，是汉人伫台湾上早发展的港口，自老至位伫即嘛嘉义县布袋镇河美里吼，和台南的北门一带吼。1636年因为战略和商贸的位置真重要，荷兰人伫个此地附近建造一个堡吼，叫做菲利新根堡。啊，这个堡咱进前读是伫试的时阵，一直咧讲着讲因载一寡啥茶的款吼，条啊啥吼，载去遐要起这个堡。荷兰时期对即嘛嘉义县境的开发是伫个1630年代以后，除了原住民村社以外，主要是以菲利新根堡做上悬的管理机构。伊是主权的象征，也防止海贼来侵扰，也是内陆来运兵平定汉人原住民民变的中途站。一期就拄则讲咧，一石岛啦吼，一期市吼，即嘛日本嘛叫做一期吼，一期是一个隶属伫个日本长崎县的城市。辖区包括一期岛全岛，伫个古事记内底是称作伊基岛吼，是日本国土诞生中上早的即个大北岛之一吼。就日本历史的开端就伫遐啦，伊基岛吼。伫个先仔位置无人传中记载称作一基国，属伫邪马台国。好，感谢爸比所做笔记吼。好，咱时间到10:30，咱来关饭。感谢各位，明仔载再继续读吼。好，大家。